香港有超過12000棟樓齡超過50年嘅私人住宅同埋綜合用途樓宇，及早做好復修，樓宇壽命有可能延長20幾年。市政局係致力推動同埋支援業主做好樓宇復修，舒緩樓宇老化問題，減慢市區老化速度。我剛獲委任為市建局嘅非執行董事，想同大家分享下市建局喺樓宇復修方面點樣可以幫到業主。第一，令有需要嘅業主獲得資助，為大廈進行保養維修。大廈維修涉及唔少錢，業主往往想做都有心無力。市建局統籌多個樓宇復修資助計劃，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2.0、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等等，為業主提供金錢上嘅支援。截至2025年第一季已經發放咗超過15億元嘅資助。第二，為業主提供一站式嘅技術支援。樓宇復修涉及屋宇署同埋消防處等多個部門，亦都關係到好多專業知識。市建局嘅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提出一站式嘅服務，業主只需要提交相關表格，市建局就會按樓宇狀況同埋需要批核申請者適用嘅資助計劃，並提供技術同埋招聘顧問同埋承建商嘅支援。業主唔需要向逐個部門申請，慳翻好多行政嘅時間。紅磡煥然懿居亦都有個樓宇復修資源中心，有職員回應市民嘅查詢同埋協助填寫表格。第三，推動預防性維修。樓宇其實同人一樣，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定期維修保養一定好過有問題出現先至處理嘅。雖然而家政府要求大廈業主設立特別基金應付大廈翻新同埋維修工程，不過跟隨嘅業主唔多，而業主亦都好難知道特別基金適當嘅金額。市建局上年推出預防性維修資助計劃，資助大廈業主聘請專業人士為大廈度身訂造自己嘅預防性維修計劃，同埋制定維修時間表同預算等，更為業主籌得嘅特別基金供款提供額外資助鼓勵，推動業主係儲錢以備未來嘅所需。大廈冇適時維修保養，輕則對日常生活造成不便，重則可能發生人命傷亡。香港樓宇設計樓齡50年，及早做好大廈嘅復修，可能令到使用樓齡係多20幾年。所以業主一定要重視復修嘅工作，有需要就揾市建局幫手啦。請大家留言讚好同埋轉發分享，多謝。